2023年11月11日到12日，喺北京保利第55期嘅拍賣會上面，出現咗一件清代嘅虎皮三彩小天球瓶，打開咗青山彩嘅藝術道路同埋市場嘅價值。佢嘅標價係無底價，咁意味着康總同埋乾總佢哋兩爺孫瓷器上面嘅清代代表就係未來嘅藝術收藏風口。而我手上呢個亦都係青三彩嘅虎皮三彩玉湖春，喺標注嘅係大清康熙年製。何為三彩？三彩顧名思義係三色而成，黃色、綠色、白色。三字響後天八卦為離火，彩字亦為離火，組成64卦，火為離，大離卦。離火代表文化、美麗、藝術品，陶瓷為土，火生土。所以三彩系列嘅陶瓷點解喺古玩市場嘅地位咁高，而且仲有咁多人去追求收藏，係有一定嘅道理。古董稱為收藏品，在於一個藏字。藏係咩意思？藏係代表佢嘅暗藏嘅寓意。咁虎皮三彩嘅暗藏寓意又有幾多呢？首先佢係黃、綠、白、褐都用上，四色暗藏五色。無論係4或者5呢兩個數字，喺後天八卦中都係屬於木，木生火，火生土，打通關。咁喺古人上面點解要用呢幾隻顏色呢？首先黃色，黃色代表坤卦為大地，黃色亦代表皇帝，亦寓意豐收同埋富饒嘅象徵。喺古代農業社會中，豐收係人們渴望嘅時刻，陶匠們用黃色裝飾陶瓷上嘅人物服裝、建築物和其他部分，以傳達人們對美好未來嘅期望。綠色代表順卦，亦代表神靈，喺先天八卦中為中宮土，中宮亦代表帝王、大地嘅生機同自然嘅能量。而喺三彩入面，綠色通常由銅綠釉嚟表現，呢種釉料通過添加銅礦石而製成。綠色代表大地嘅生機同自然力量，呢種顏色通常用於裝飾陶瓷嘅底部或者描繪植物部分，創造出生動嘅自然景象，為作品增添咗藝術感同埋生氣。白色為乾卦，為權力，為天子，亦代表皇帝。白色通常用於銅三彩器皿嘅背景或者底部，以增加色彩嘅對比同埋裝飾嘅層次感。白色喺陶瓷中代表清新、高雅同埋純潔。佢作為中性色，用嚟平衡其他更鮮豔嘅顏色，使整個作品更加和諧。白色嘅背景亦可以助於突出陶瓷上嘅彩繪同埋圖案，使人們更容易欣賞到陶瓷嘅精緻同埋細節之美。紅色加黃色組成咗火地進，進卦係易經64卦第35卦，寓意係上進，就好似地面啱啱升起嘅太陽一樣。地上萬物順從而依附於太陽而生長，柔和上進。剛才提到青山彩上面咧係有刻花嘅，而呢個青山彩上面咧就有刻住雙龍戲珠。雙龍戲珠嘅寓意係象徵着吉祥喜慶啦、生動活潑、平安長壽。雙龍戲珠呢個場景咧，其起源可追溯到天文學中嘅星球運行圖。其中火珠係由月球演變而嚟，自漢代起，雙龍戲珠嘅圖案咧就俾人作為一個吉祥健康同埋長壽嘅裝飾紋樣，經常出現喺建築彩畫同埋高端器皿上面。喺呢啲建築同埋器皿上面，雙龍戲珠都有佢擺放嘅講究。若為長條形，龍以對稱嘅方式位於兩側，呈現行龍姿態；若為正方形或圓形，龍上下對角排列。上方為亢龍，下方為升龍。不管邊種佈局，火珠均位於中心，展現出活潑而生動嘅氣氛。而呢條龍嘅龍爪係五爪龍。上一次我哋都講咗五爪龍同埋四爪龍嘅區別。五爪龍就係皇帝之龍，而呢件虎皮三彩暗藏青龍，所以佢具有青龍白虎之力。青龍白虎，富貴長存。將佢擺放於東南面。東南為紫氣東來，而東南面蘊藏咗兩個生肖，一個係龍，一個係蛇。龍為天龍，蛇為網龍，咁樣更加可以助長於你嘅事業、財氣同埋貴人。
而事業財貴人就係你哋嘅生活嘅三彩，讓你哋嘅生活成為一種信仰。